国际上要紧来看到前香港政治副秘书长周庭，昨宣布讲为着自由的生活，这一世人拢无可能去回去香港。香港政府即马去警告，讲要重新来抓捕。中国外交部嘛大声批评，讲违法犯罪一定会受到处分。I would say that what I want is actually just to live freely. 此时接受加拿大广播公司 CBC 的访问，伫10月初3日前，甚至这一天，宣布大概一世人拢未返去的香港周庭，明白表示，过去3年，大家拢烦恼什么时阵会互港警破门逮捕，未来梦想就是自由生活。不过，在伫周庭决定去保留伫加拿大了后，港府马上警告周庭会被重新逮捕。北京当局也讲，违法犯罪一定要受处罚。香港居民依法享有的各项权益得到充分保障，同时，任何人都没有法外特权，任何违法犯罪行为必然受到法律的惩处。港警谴责公然挑战法纪的无负责任的行为，呼吁当事人唔通判倒犯的罪名。不过周庭也透露，家己捌被逼到中国参观爱国展览，期间一直被翕相，还佫要求社会感谢港警，以了解祖国的伟大发展者的经验。学者分析，北京当局想要找周庭参加爱国行程，当作宣传所谓香港的反动分子，也算是爱国样板。共产党能够策反周庭呢，来为他们背书，爱国啦，那当然是最好的宣传机器。当然，周庭应该是不想去做这种违心的一些行为吧。中国人大常委会10月24日通过《爱国主义教育法》，明年元旦开始实施。香港特首李家超了后提出，要将爱国主义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，佮要推广到小学。学者认为，显示北京当局想要将以中国为核心的爱国思想，放入香港的下一代。记者综合报道。